是这样吗？看完以后发给大家吃好不好？最好吃还是咖喱魚蛋好食啊？咖喱魚蛋。那個是甜的。對，我喜歡鹹的。啊，原來元春中意食，原來元春中意食鹹點多過甜點嘅喎。元春咧準備咗好多蛋撻咧，一陣間咧就要送俾各位 fans 就一齊食㗎啦。我哋欣賞完呢一個幻彩詠香江咧，大家就有得食㗎啦。而家距離幻彩詠香江嘅時間仲有幾